好，接着我们来看到电视主墙面的设计，你用的这些建材，还有一些台面宽度的设计，也是符合屋主的需求。对，嘿，因为这边的话呢，屋主当初是希望说呢，它的因为它本身它的设备呢深度需要深一点，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因为空间本身够大，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把电视柜的深度呢刻意的加深了。有啊，一般都是能做浅一点，因为至少这样子我走到的空间宽敞。对。可是它客厅够大，可以这样子做嘛？哦。对，所以我们加深了，所以它里面要放一些不论是卡拉 OK 的设备啊，或者是比较专业型的一个主机呢，都放得下，容量都够用。好，然后这边呢，我们台面呢是采取所谓的那个维纳斯的大理石。好，那当初在挑选这个石材的时候呢，屋主是希望说。这个颜色呢，不要让空间整个太繁乱，希望颜色是一体的。我喜欢你这个台面的原因，是因为它除了可以放一些电视的主机柜之外，我觉得屋主的一些不管是花艺啦、插花啦，或是他喜欢的一些收藏展示品，其实也可以借由这个台面来展示哦。对。好，那另外呢，我们在主墙部分呢，我们采取所谓的文化石的一个制作哦。那它别于一般的一个花釉哈，一般来讲的文化石，它的一个纹路呢，深浅变化会比较深一点，对，比较容易积灰尘。那屋主又希望说有这种质感，又不希望有灰尘的囤积量太大。所以我们刻意帮他找一个剖开式的一个文化石，那它本身的剖开的面呢，它高低的差呢不会太大，那相对积灰尘的量也会较少啊，好贴心哦。对，在电视主墙的文化石部分呢，我们两侧呢采取烤漆玻璃的制作哦，那搭配所谓的那个白色烤漆哦，那为什么两者颜色都是白色？因为我们主要让这个色系呢不要过于平整啊，让它跳出立体感，所以我们中间加了一个烤漆玻璃一个方法制作。那虽然同色系，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它本身会跳出所谓的深浅变化，还有层次的感觉，对，还有层次的感觉，对。来，接下来让各位看一下了，这个屋主最重要的一个需求就是他们家的电话跟对讲机一定要放在整个家里最正中央的位置，就是这里。对，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哦，屋主喜欢就是说把这些物品放在正中央哦，方便他的一个生活机能。所以我们当初就在这边做了一个类似展示柜一个柜体哦，那本身下面也是都一样都是收纳的哦，方便屋主放置一些相关的一些文件哦。那这边一样有话机啊，有电话机啊。那这样空间在这个正中央的时候呢，它不论在哪个地方呢，使用上呢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我想问，这个都是你移过位置的，对不对？因为照理一般都是放在大门的门口嘛。对，所以我们把它移过来了。OK， 真的，你有没有碰过那种状况，就是电话你冲着从房间或厕所出来接，当你接到那一刹那就断掉了？对，会有常常哦。放在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最符合生活动线跟需求，然后最经济节省动线的一个位置了。对，嘿。一开始我们有提过，这个空间当中呢，TJ 动了3个墙面，当每个墙面动都有它的原因哦。我们先看第一个墙面动在哪里。哦，首先呢，我们后面这一道呢，就是我们动的第一面墙面哈，它主要是因为呢神明厅的位置的问题，所以我们去动了这一个墙面的问题。好，这个墙面其实是跟这个后面这个空间有关，对不对？这边是我们的合适空间。哇，这合适还蛮大的耶。好，在这边呢，我们动的第一道墙就是在这个位置啊。那我们主要把墙往外推了一点啊，让神明厅可以有个靠背之外呢，其实呢，本身我们客厅的空间也蛮大，所以并不会吃到空间的一个距离了哦。那后面我们就让给所谓的合适空间哦，让合适空间再加大，也增加收纳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功能。哇，这合适的空间很大耶，好舒服哦。对，在这边呢，我们就因为墙壁的问题啊，我们推出去的之外呢，我们让这合适空间收纳变多哦。那它整个下方都是一个收纳空间，哦，那中间有一个升降桌。那另外我们在窗边呢，我们也设计了一个茶几哦。那这边的话呢，我们也下方也都是收纳空间。它本身那个门片打开之外，我们里面还放了一台按摩机哦，按摩脚的一个按摩机。所以我就是柜子打开，脚伸下去就可以了。对，所以你变成在上面办事情呢，或者是做一些作业的时候，你可以边按摩边放松这样子。哎，这是很多人的问题耶，很多人都有买这个腿部按摩机，对。可是通常那个机器都不知道该藏哪或该塞哪里，可是搬来搬去，其实它也还蛮重的。对。所以我有一个固定位置，我 notebook 放下去，脚放下去就可以开始用。对，所以很方便，也不会看到这个按摩器这样子。真的好棒哦！那这个合适我们刚刚看到是合适内部的一些运用嘛，其实在外面外侧这边还有很棒很强大的一个。我觉得是妈妈很喜欢的功能。对，这边呢，我们设计了一个抽取的一个拉盘啊，那这边就可以让屋主放很多的收纳空间。哦，对。哇，你看车子这么大台都可以摆进来耶。对，
而且我觉得你是把它做成像这样子有滑轨的哦。对。所以我们是一个妈妈在用的时候，其实它是非常方便。对。设计师所动的第2个墙面就在和室与厨房的墙面，挪用了一点合适的空间，将厨房加大。不但多了饮水机收纳的位置，厨房呢也多了一排电器柜的收纳哦。